前2個禮拜，我嗰3個仔同時被國家重點大學取錄，我帶佢哋返番禺鄉下，熱鬧咁辦咗3日升學宴，成條村嘅鄉親圍喺旁邊，眼神裏面滿係驚嘆，私下議論紛紛。有人猜測呢3個苗子係我做特戰教官時帶出嘅兵，亦有人嘀咕係咪我喺邊度執返嚟。今日我就同各位街坊交個底，呢3個細路同我冇血緣關係，佢哋係我16年前喺雪地度從死神手裏面生搶返嚟嘅。嗰年冬天，我仲喺西北邊防執行駐訓任務，當時突遇幾十年一遇嘅極寒風暴，能見度低到伸手不見五指。連隊撤離時，我行喺最後壓陣，路過一間廢棄哨所時，風聲中隱約夾雜住極微弱嘅喊聲，聽住似貓叫又似嬰兒。我心頭一震，示意戰友先走，獨自摸咗過去，刨開半坍塌嘅泥牆，我驚呆咗，裏面蜷縮住3個嬰兒，得拳頭咁大，成身凍到發青，連喊嘅力氣都冇咗。做咗多年兵，我見過好多生死，可嗰一刻我揸槍嘅手震到控制唔住，約遲來10分鐘，呢3條命就徹底冇咗。我喺佢哋身邊發現一張被血水浸爛嘅字條，養唔活，求好心人收留。原來係早產嘅3胞胎，屋企太窮，先至狠心棄置。我顧唔上多想，除低大棉襖，將3個細路死實裹入懷裏面，用體溫護住，一路狂奔返營地。軍醫檢查後直搖頭，話先天發育嚴重不足，想熬過呢個冬天太難。嗰陣時我啱32歲，正處於事業上升期，上面放話今次演訓立咗大功，返去就能提拔正營。當時我有位談婚論嫁嘅女朋友喺民工團工作，婚事都提上日程啦，送去福利院，佢哋大概率活唔落，留低佢哋，我嘅前途同婚約就全部毀晒。嗰日夜晚，我守住佢哋徹夜未眠，天快光時，最細嘅細路用細手勾住咗我嘅手指。嗰一刻，我心酸到透，我同自己講：陳瑩，名利我唔要啦，呢3個細路我要帶返廣州鄉下養活。女朋友得知後，坐咗1日1夜車趕嚟，見面紅住，眼眶除低戒指，留低一句你自己好自為之，便另轉身離開。老豆嬲到幾日唔食飯，喺電話裏面咆哮：陳家3代單傳，你放低前途唔要，去領養3個油瓶，係想斷咗香火咩？阿媽喺電話嗰頭喊到癱軟，我咬實牙話：阿媽，細路送出去就冇命啦，我呢世負唔起呢個責。我毅然辦咗退伍，帶住退伍費，孭住3個細路返咗番禺。我喺村角起咗2間破磚房，冬漏風，夏漏雨，村民都笑我當兵當傻咗。帶3個早產兒，日子太苦，揸慣長槍嘅手，逼住學沖奶粉換尿布，日頭搬磚打零工，夜晚細路輪流喊，我就輪流抱。嗰幾年，隔離鄰舍見我都話：阿瑩，你老得唔止20歲，瘦到成柴啦。確實心力交瘁，幾乎冇瞓過一覺，加上過度操勞，我原本結實嘅身體變得虛弱，把聲變得沙啞，喉嚨裏面常年積聚住痰液，咳唔完亦吞唔落，甚至總覺得心口翳悶，呼吸沉重。好在後來得咗一位老中醫嘅建議，堅持調理咗一段時間，喉嚨漸漸清爽，成個人都精神咗，胃口都開咗。細路學識行路嗰日，大仔含糊喊我爸爸，我呢個硬漢獨自踎喺院仔，喊到似個細路。返學後，我每日凌晨4點起身煮飯，拖住佢哋行10幾里山路，呢一行就係10幾年。大約5年前，老三阿超喺體育堂暈低，大醫院醫生睇完檢查報告嘆氣，先天體質太薄，做好長遠打算啦。聽完呢句，我2條腿發軟，幾乎攤喺地，望住細路瞓喺病床，無能為力，嗰種痛比中槍仲鑽心。我變賣晒所有家當，重拾部隊學嘅營養膳食知識，入山採藥，每日早起熬湯，堅持1年後再復診，醫生都驚嘆呢係奇蹟。細路身體恢復得好好，今年佢哋好爭氣，一齊考上國家重點大學，揀咗國防相關專業。返村嗰日，3個後生仔企喺路口，俾我敬咗一個最標準嘅軍禮。佢哋紅住眼眶，大聲話：老豆，係你俾咗我哋第2條命，以後我哋要參軍，似你一樣保家衛國。望住佢哋呢16年嘅苦，值啦！
人心向善，真心付出，老天中唔負善良人。講到呢度，今日我仲想同大家講一個秘密，用洗米水嚟治喉嚨入面嘅痰，一試一個準。好多人點都諗唔到，洗米水竟然就係喉嚨有痰嘅克星。屋企有洗米水嘅，我千祈咪倒掉。我嚟教你一招，保證你喉嚨入面嘅老痰、黏痰、痰多嘅問題通通消失，呢世都唔使再煩惱。其實喉嚨成日有痰，係身體向你發出嘅求救信號，好多時都係你自己平時生活唔注意養出嚟嘅。99%嘅人都唔知。想要喉嚨舒服，只要一個小方法。今日我就教你呢一招，將你痰多嘅問題全部趕走，呢世都唔使再俾呢啲問題纏住。唔理你今年係40-50定係60-70，唔理你呢種情況有幾耐，都唔理你係輕度定係重度，我都勸你千祈唔好飲得太頻密。我怕你喉嚨會好似裝咗冷氣咁涼爽。喉嚨成日唔順暢嘅，你就記住我呢個方法，就能將你喉嚨入面嘅垃圾通通排出來。就好似我哋小區嘅鄭伯，佢成日覺得喉嚨好多痰，飲幾多水都冇用，成日係老痰、黃痰、黏痰，吐唔完，甚至有時候覺得心口翳住，呼吸唔順暢，俾呢個問題搞到飯又食唔落，覺又瞓唔好。呢種情況持續咗好多年，後尾佢抱住試客嘅心態，用咗我嘅方法。你再睇佢而家每日都精神爽利，喺公園唱歌，食得好，瞓得香，成個人似出籠雀咁開心，再冇俾痰嘅問題煩惱啦。如果10幾20年嚟，你已經試過各種方法都唔理想，今日呢個方法如果你錯過咗嘅話，只能夠話真係非常可惜。而家我最後一次免費將呢個方法分享出嚟，希望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嘅朋友。方法其實好簡單，你去準備好金銀花、麥冬、甘草、枇杷葉、雪梨、芩、薄荷、巨皮同決明子一齊加水煮20分鐘，將呢啲好材料搭配埋一齊用，可以從源頭解決問題。唔單止能清痰，仲能滋潤喉嚨，關鍵係口感都特別好。每日整一杯，由內而外都清爽，成個喉嚨一潤到底。呢個方法能解決家家戶戶嘅大麻煩。堅持飲一段時間，你自然會返嚟多謝我嘅。大家可以準備材料自己做，嫌麻煩或者怕配錯比例嘅，可以點開我個頭像，裏面就有搭配好嘅呢款金銀花麥冬甘草茶，每包都係科學配比嘅免煮茶包。配料表非常乾淨，每次攞一小包出嚟，滾水一沖就可以飲，甘甜清潤。趁住而家有活動，快啲帶返。